啟德體育園確實係香港新地標，佢為香港帶嚟34億港元嘅本地消費。但係體育園唔能夠單打獨鬥，我哋必須透過體育園以點帶動啟德郵輪碼頭、青年驛站，以至整個啟德片區嘅發展。透過資源嘅整合、跨領域嘅合作，將啟德發展成為體育、文化、旅遊、青年發展集結一身嘅香港新地標。呢個亦都係我其中一個重點嘅政綱。喺呢方面，青年驛站亦都發揮重要功能，未來會籌辦超過100個不同類型嘅活動，促進青年交流，為啟德注入新動力。關鍵就係要有交通配套。而家咧，啟德體育園、郵輪碼頭、青年驛站分別都係用不同嘅交通工具去。我哋希望有穿梭巴士可以連貫去到呢個片區，為咗加強啟德成片嘅發展，除咗係郵輪碼頭、青年驛站、啟德體育園，我倡議咧喺啟德水體增設水上活動中心。呢個倡議咧，我知道好多社會人士咧都係研究過，共同咧都係一齊推動。我希望邀請呢度咧所有嘅參選人一齊爭取。除咗係水上活動中心咧，我哋要連結我哋嘅九龍新海濱，一齊努力打造啟德新地標。我哋要綜合讓到啟德成為一個新地標，要用好嚟啟德體育園參與盛事嘅朋友，讓佢哋除咗去體育園，仲要留喺九龍中區成個香港區消費。九龍新海濱呢係一個好重要嘅建設，因為香港嘅海濱維多利亞港呢靚絕全球。九龍新海濱呢喺大家努力底下已經一步一步建成。確實啟德體育園呢係新地標，大家都感受到佢帶嚟本區同埋香港嘅活力。但係盛事之外，我哋要關注啟德居民交通配套嘅需求。我哋建議咧，要研究開放翻啟德體育園，俾翻佢底層嘅停車場用作係交通上落嘅用途，舒緩周邊居民嘅交通壓力。要為啟德增值，最重要係加快興建啟德嘅單軌列車，由無到有，大家努力爭取嘅成果。啟德或者每一個地區發展都需要時間，我哋見到好多嘅配套相繼落成，但係現時嘅挑戰係我哋社會資源不能夠滿足所有嘅需求，政府嘅財政狀況緊張，所以我哋作為議員一定要懂得緩急先後，亦都按部就班推動，包括啟德區。